Hello，各位師兄好。今期影片介紹一間全新開業嘅店，聽聞好多師兄甥收費比較高，貴氣逼人。咁具體掂唔掂？其實真係要試過先知道啦。今日嚟到黃崗村，聽講開咗一個好大嘅新店，就喺黃崗村地鐵站旁邊嘅城際酒店。間場叫做木乜鳩水匯啊，叫做木島啊。講真，呢個名我讀咗2-3次先至讀得順，唔知呢個朵個老細係請咗咩大師起嘅呢？真係有啲拗口咯。不過好在呢間店嘅位置夠方便，地鐵口出嚟行幾步就到啦。反正位置方便，叫乜撚名唔重要啦。然後搭 lift 上去3樓就到。上到嚟前台，呢個空間位置都夠闊落喎，有啲似我之前去過嗰間永安水匯，真係唔知邊個抽邊個呢。不過呢度位置大好多咯。前台旁邊有一個價目表可以睇睇，項目都幾多選擇。不過價錢嘛，我暫時撳住個錢包，先睇一下入邊嘅環境。嚟到男賓室，更衣櫃數量又唔少，而且全部都夠新淨。沖涼房呢個款式同永安都有啲似，但係呢度大好多啦。試一下水壓，夠晒力。總共就有8個沖涼位，都算夠用，應該就唔使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啦。出咗男賓室，呢度呢就係水吧。生果選擇都幾多喎，居然呢仲有士多啤梨呢樣嘢，喺其他會所真係好少見咯。等陣間我夾多幾粒。然後雪櫃呢度嘅飲品選擇都幾豐富，椰子水、維他奶、東方樹葉、元氣森林，真係應有盡有。對比起大多數會所得個汽水揀，呢度真係落足晒成本。咁我都唔客氣啦，揀支椰子水。水吧隔籬呢就係大堂，空間都幾闊落，位置夠多，毛巾係全新定製，質地唔錯。梳化嘅皮套坐上去都舒服，然後每個位都配有獨立電視，有翡翠台啦，然後都有唔少台可以揀，睇電影睇劇都得。不過我估有8-9成要數碼另外收費，好多大場都係呢個套路啦。哎呀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畢竟睇電影要另外買過一個版權費啊嘛。大堂前面仲有2部大電視，如果係一班 friend 過嚟一齊睇下踢波都唔錯。然後個部長仲介紹話，除咗剛剛嗰一個大堂，呢度呢仲有一個細廳，位置呢就冇咁多啦。不過勝在人少夠安靜，如果有啲師兄怕嘈，呢個細廳位置就更加合適啦。然後細廳呢頭有幾間頭療房、中泰房，所以話項目都幾豐富。咁當然獨立嘅鬆腿包房都有嘅，隱私度比起大堂高好多咯。再行前少少就係餐飲區。咁講真，呢個用餐區大到我嚇一跳啊！對比我之前去過嘅會所，真係豪華好多，完全跟得上酒店檔次。不過而家就未到飯點啦，唔知道有啲咩食，留翻個懸念先。跟住行過嚟房區呢度，行嘅係暖色調酒店風格，感覺幾舒服，而且所有嘢都夠晒身。最大特點係啲房間數量多到離譜啊！轉個彎行過嚟，呢度係第2條走廊啦，然後再行前2步，仲有第3條走廊，所以3條走廊嘅房加埋真係夠撚多啊！數量絕對夠用。我都懷疑個請人老細係咪想喺呢度起翻個迷宮，等啲客人按摩完之後出唔到去，焗住再消費多一輪。之後揾個師傅帶我入房睇下裏面環境，空間呢就唔算好大，不過都夠用，
毛巾啊、床單都係定製，上面繡咗個木乜鳩個 logo， 幾有儀式感。望出去窗口，仲可以見到黃崗村嘅街景，有一種出塵入世嘅奇妙感覺。然後試一試呢個師傅啦，佢就比較後生，手法方面同嗰啲老師傅肯定冇得比啦，力度偏細，走柔情路線。如果係唔多受力嘅師兄，可能會幾啱。咁其實經常有師兄問我，有冇一啲師傅又後生啦，手法又專業嘅，推薦一下。咁老實講啦，呢啲嘢真係好難兼容。哎呀，有嘅話我都想大家推薦俾我。然後呢個師傅聽到我呻佢，話佢力度唔多夠，就問我要唔要試一試佢阿姐嘅手法。咁嚟到啦，試試佢咯。咁呢個所謂佢阿姐望落都算後生，唔算話大好多。不過呢個師傅力度確實更加合適，按壓落去舒服好多，唔會話咁生疏。至於兩姐妹有咩共同點呢？咁都係着同一套工服咯，同埋都係紮住個小人頭髮做項目按摩。好似講緊廢話。咁如果問我要推薦邊一個，哎呀，咁我呢個中間人呢，就真係好難做咯。建議各位師兄一次試晒兩個，自己比較最實際。最後部長同我介紹，呢度仲有4間 K 房，我過嚟望咗一下，環境夠新，嗰個靠枕同埋梳化都好有彈性，坐上去夠舒服。然後價錢方面，呢度嘅停桑費係199，送2個大堂項目，小費就另簽啦。入房按摩就599，咁就相當於600蚊啦。呢個價格對比其他店真係貴一截，但係望翻呢個配套，啲生果啊、飲品落足成本，然後每日都包晚餐同埋宵夜2個自助餐，位置都算就腳，就喺黃崗村地鐵站出嚟。咁呢附近鋪租其實都幾貴，所以收費肯定比其他店更加高啦。然後呢間店因為剛開業啦，1月份用港幣埋單兌換人仔都係1比1。各位師兄其實都會試試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